謝霆鋒同張柏芝破鏡重圓，宣正式復婚。近日娛樂圈傳來一則重磅消息，瞬間震動整個華語圈。謝霆鋒同張柏芝呢對昔日嘅金童玉女，喺歷經無數分分合合同風風雨雨後，終究實現破鏡重圓，正式復婚。消息一經曝光，立刻引發網友瘋狂熱議，粉絲哋紛紛喺評論區激動留言，直呼終於等到呢一天。就在復婚消息公布後冇久，有網友拍到一組溫馨畫面，謝霆鋒同張柏芝帶着兩個兒子 Lucas 同 Quintus 一同出遊，一家四口罕見同框，幸福氛圍日出屏幕。照片裏謝霆鋒一手攬着張柏芝嘅肩膀，另一手輕輕搭喺兒子 Lucas 身上，面上滿係藏唔住嘅幸福笑容。張柏芝則身住一襲白色連衣裙，氣質格外優雅，佢溫柔咁靠喺謝霆鋒身旁，偶爾同孩子哋講笑打鬧，整個場景和諧又甜蜜。更讓人暖心嘅係 Lucas 同 Quintus 似乎對父母復婚格外開心，兄弟倆一路上蹦蹦跳跳，時唔時逗得父母大笑，甚至主動牽着爸爸媽媽嘅手。過往父母離婚嘅陰霾早已消散，呢般團聚畫面讓網友哋紛紛感慨，太感人了。據知情人士透露，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復婚並非空穴來風，而係兩人在經過長時間慎重考慮後才決定重修舊好。其實自兩人離婚後，佢哋始終保持住友好關係，並未因分開而斷咗聯繫。特別係為了兩個兒子 Lucas 同 Quintus 嘅健康成長，更是處處顧及彼此。近年來，隨住孩子哋逐漸長大，心態愈發成熟，再加上身邊親友嘅默默撮合，兩人慢慢意識到彼此仍係生命中最重要嘅人，最終決定再次攜手共度餘生。事實上，呢段世紀大復合嘅背後故事比大家想象中更曲折。離婚後，謝霆鋒同張柏芝雖然各自專注於事業同生活，卻從未忘記彼此喺生命裏嘅份量。謝霆鋒近年事業再攀高峰，唔單止喺廚藝類節目中大放異彩，深演嘅影視作品也收穫唔少好評。張柏芝則將重心放在照顧孩子上，偶爾參與綜藝節目，生活低調卻十分充實。而真正促使兩人重新走到一起嘅關鍵，除了時間漸漸沖淡咗過去嘅矛盾，兩個兒子無疑係最大嘅催化劑。隨住年齡增長， Lucas 同 Quintus 開始懂得家庭嘅意義，多次喺私下裏表達希望父母復合嘅心願。特別係 Lucas 曾直接對謝霆鋒講：爸爸，你同媽媽能不能像以前一樣？孩子嘅呢句話徹底觸動咗謝霆鋒內心最柔軟嘅地方。此外，雙方親友嘅助攻也功不可沒。謝霆鋒嘅母親狄波拉拉姑同父親謝賢多年來一直對張柏芝讚賞有加，認為佢係個稱職嘅好媽媽。私下裏多次勸說兒子回歸家庭。張柏芝嘅家人也對謝霆鋒頗有好感，特別認可佢對孩子哋嘅用心關愛。呢啲年兩邊親友一直在私下裏為兩人創造見面機會，慢慢促成咗呢段感情嘅重新萌芽。當然，唔少人也好奇謝霆鋒同王菲嘅關係會點樣發展。據悉，王菲其實早已知曉謝霆鋒同張柏芝復婚嘅消息，卻展現出十足嘅豁達態度，私下裏已向謝霆鋒送上祝福。王菲嘅好友還透露，佢一直認為感情嘅事不能勉強，既然謝霆鋒同張柏芝決定重新開始，佢自然樂見於此，也希望大家都能收穫幸福。咁樣通透嘅心態，讓網友紛紛點讚，直言唔愧係女神級人物，拿得起放得下。值得一提嘅係，此前謝霆鋒曾涉及一起引發熱議嘅案件。據廉署接到的舉報，某年初3月23日凌晨，謝霆鋒駕車發生撞毀事故後，有3名男子共謀讓其離開現場，涉事司機也捲入其中。此事當時喺輿論場引發熱，被稱為頂包案。該案件於同年11月18日作出覆核裁決，最終維持原判。謝霆鋒需履行240小時社會服務令，涉事警員則被判刑半年。控辯雙方均有權喺14天內提出上訴或覆核。從兩人決定復婚嘅嗰一刻起，呢對昔日金童玉女嘅一舉一動變成了媒體追蹤嘅焦點，而佢哋復合嘅諸多細節也隨之曝光，甜蜜互動屢屢讓人直呼閃瞎眼。最新消息顯示，謝霆鋒早在去年就已悄悄搬到張柏芝位於香港嘅豪宅附近居住。此舉唔單止係為了更便捷、更照顧兩個孩子，也是為了讓兩人能重新適應共處嘅生活，為復婚打下基礎。更值得一提嘅係，兩人嘅情感糾葛其實早有脈絡。據知情者透露，2002年12月，媒體曾報道王菲同謝霆鋒復合嘅消息。2003年1月，張柏芝公開承認此前對謝霆鋒錯付咗感情。同年12月，電影《無極》開機，那也是謝霆鋒同張柏芝分手後嘅首次合作，當時一度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唔過，即便有過咁樣嘅過往，當復婚嘅契機出現時，張柏芝起初仍有些猶豫，擔心過去嘅唔愉快會再次上演。好喺謝霆鋒用實際行動證明咗自己嘅改變，慢慢打消咗佢嘅顧慮。
事實上，謝霆鋒、張柏芝同王菲三人呢些年來始終保持住互相尊重嘅態度，即便彼此嘅感情走向唔同方向，也從無惡語相向嘅情況。呢種成熟嘅情感處理方式喺紛繁複雜嘅娛樂圈裏實屬難得。而隨住謝霆鋒同張柏芝復婚消息嘅曝光，網友哋嘅反應更是熱烈到極致。唔少粉絲激動咁喺社交平台留言，有人稱呢絕對係今年最棒嘅消息，還有感性表示看見佢哋一家團聚，自己竟然忍不住哭了，更有無數人送上祝福，期盼呢次佢哋能一直幸福下去。喺網友嘅祝福聲中，關於兩人婚禮嘅籌備情況也成了熱議話題。目前謝霆鋒同張柏芝暫未對外披露婚禮嘅具體安排，但有消息指出佢哋大概率會選擇低調舉辦儀式，只邀請最親近嘅家人同好友出席，無意鋪張粗辦。畢竟對佢哋而言，呢場復婚更像係一段感情嘅自然回歸，而非一場需要博取關注嘅作秀。唔過鑒於兩人在娛樂圈嘅超高關注度，仍有唔少品牌方同節目組希望爭取到婚禮嘅贊助權或獨家報道權。但據知情人士透露，謝霆鋒同張柏芝當下仍以家庭為重，暫時沒有考慮承接任何商業合作，而是專注於享受呢份久違嘅家庭溫馨時光。對 Lucas 同 Quintus 來說，父母復婚無疑係一份最珍貴嘅禮物。過往狗仔隊常拍到兩個孩子緊同母親張柏芝生活嘅畫面，儘管張柏芝始終盡全力給予佢哋滿滿嘅關愛，但父親角色嘅缺位終究係成長裏嘅一抹遺憾。如今謝霆鋒重新回歸家庭，孩子哋終於能像普通家庭嘅孩子一樣，同時享受完整嘅父愛同母愛。有教育專家也指出，家庭和諧對孩子嘅成長至關重要，父母之間嘅關係往往直接影響孩子嘅心理狀態。謝霆鋒同張柏芝重修舊好，唔單止給兩個兒子帶來咗巨大嘅心理安慰，更能讓佢哋喺未來嘅情感認知中學會珍惜同包容。或許正係呢段復婚最珍貴嘅意義所在。結語：愛同時間終究戰勝咗一切。謝霆鋒同張柏芝嘅故事向我哋印證咗愛情從不是童話，它會有爭吵，會有誤解，也會有分離，但真正堅定嘅感情總能經得住時間嘅磨礪。多年過去，佢哋再次選擇牽起對方嘅手，呢份決定唔單止係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守護整個家庭。人生喺世，有多少愛能重來，又有多少人能在歷經風雨後依然願意回頭擁抱最初嘅嗰個人？謝霆鋒同張柏芝給咗我哋一個溫暖嘅答案，原來愛真的可以超越一切，佢哋嘅幸福才剛剛拉開序幕，而我哋所能做嘅便是送上最真摯嘅祝福。據了解，謝霆鋒呢次為復婚準備嘅求婚，可是花足咗心思，細節曝光後滿係浪漫感。上個月佢特意安排咗一趟家庭旅行，帶住張柏芝同兩個孩子前往日本北海道。喺一個白雪皚皚嘅夜晚，當全家人喺溫泉旅館嘅私人露天風呂裏放鬆時，謝霆鋒突然單膝跪地，拿出當年兩人結婚時嘅同款鑽戒，深情告白：呢10年來，我終於明白咩才係最重要嘅。你願意再給我哋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嗎？喺場嘅工作人員回憶，當時張柏芝瞬間紅咗眼眶，淚水止唔住咁掉，兩個兒子更是開心得又蹦又跳，不停喊住媽媽快答應爸爸。等到張柏芝點頭嘅嗰一刻，一家4口緊緊相擁，個溫馨嘅場景連旅館工作人員都忍不住跟住感動落淚。之後謝霆鋒還悄悄準備咗一場小型煙花秀，喺雪地夜空裏綻放嘅煙花映住一家人嘅笑臉，被同行友人稱為年度最浪漫嘅求婚場景。復婚後，兩人決定搬到謝霆鋒名下位於香港淺水灣嘅一處豪宅，開啟新生活。而新家嘅裝潢細節裏，處處藏住對呢個家嘅用心。有家居設計師爆料，呢次裝修嘅巧思特別體現在主臥室同兒童房。主臥室用咗溫暖嘅大地色系，床頭擺放住佢哋年輕時嘅合照同近年拍嘅全家福，滿係回憶感。兒童房則專門設計成能讓兄弟倆一起玩耍嘅空間。謝霆鋒甚至親自喺牆上畫咗些童趣塗鴉。最特別嘅係廚房區域比一般豪宅嘅廚房大了唔少。設計師笑住透露啦，完全係因為謝霆鋒現在特別愛下廚，佢還特意要求做一個能全家人一起料理嘅中島廚房，就想多些同家人互動嘅時光。如今嘅謝霆鋒早已唔係當年嗰個只拼工作嘅拼命三郎，日常裏嘅細心舉動悄悄融化咗張柏芝嘅心。每天清晨佢都會親自鑽進廚房準備早餐，還會特意繞去菜市場挑選最新鮮嘅食材，連張柏芝同孩子哋愛吃嘅口味都記得清清楚楚。唔單止咁，佢還會親手幫兩個兒子整理書包、檢查作業，把對家人嘅喜意落喺每一件小事上。呢種轉變喺佢嘅工作態度上也格外明顯。過去謝霆鋒一直以工作狂形象著稱，可自從有了同張柏芝復婚嘅念頭，佢就開始主動減少工作量，把更多時間留給家庭。圈內好友透露，現在謝霆鋒就算要拍戲或錄節目，
一定會先把時間排開，確保周末能陪孩子。有位認識多年的老友還調侃，以前嘅霆鋒簡直係台工作機器，現在居然會為了陪兒子踢球推掉工作，愛情嘅力量係真的偉大。張柏芝嘅閨蜜也補充說，呢些年張柏芝一直默默關注住謝霆鋒嘅改變，最讓佢動容嘅係看到謝霆鋒對待 Lucas 同 Quintus 嘅樣子。以前佢總覺得養家最重要，現在終於明白陪伴才係孩子最需要嘅。呢些細微嘅變化成了兩人感情重新升溫嘅關鍵。值得一提嘅係，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婆媳關係也早已今非昔比。眾所周知，當年兩人離婚時曾傳出狄波拉拉姑同張柏芝關係緊張嘅消息，但隨住時間推移，再加上兩個可愛嘅孩子喺中間調和，婆媳間嘅隔閡早已消散。據謝家親友透露，呢次復婚，狄波拉可以說係最大推手之一。呢些年，拉姑經常約張柏芝喝下午茶，還會親自教佢煲一些謝霆鋒小時候愛喝嘅湯。有一次，狄波拉生病住院，張柏芝唔單止每天帶孩子去探望，還親自煲湯照顧婆婆，讓狄波拉感動不已。要知道，1980年狄波拉剛生下謝霆鋒時就十分重視家庭，如今看到兒子一家團圓，佢自然全力支持。自復婚之後，謝霆鋒同張柏芝就一起培養咗唔少健康嘅新生活習慣，其中一家4口嘅晨跑日常更是成了鄰里間熱議嘅溫馨畫面。有狗仔喺尖水灣豪宅附近拍到，每天清晨都能看到佢哋全家出動跑步嘅身影。謝霆鋒通常跑喺最前面，但每跑一段路就會停下腳步，等張柏芝同孩子哋跟上來，生怕家人掉隊。到了周末，跑完步後，佢哋還會一起去附近的咖啡廳吃早餐。兩個小朋友格外有禮貌，見到鄰居會主動打招呼，看得出來家教十分好。除此之外，張柏芝還常被發現在自家花園裏練習瑜伽，有時謝霆鋒也會加入進來。有人透露已經成了兩人增進感情嘅新方式。佢哋想一起保持健康嘅身體，才能更長久咁陪伴孩子成長。雖說 Lucas 同 Quintus 係星二代，但謝霆鋒同張柏芝對孩子哋嘅教育卻從唔含糊。近日就有其他家長目擊夫妻倆帶住兩個兒子到香港某知名國際學校參加面試，全程展現出對教育嘅重視。當天謝霆鋒穿咗一身正式西裝，張柏芝則搭配咗一套優雅嘅裙裝，兩個孩子也打扮得精神利落。面試結束後，夫妻倆沒有立刻離開，反而帶住孩子喺學校操場上慢慢散步，耐心咁給佢哋講解校園環境。呢位目擊家長感慨，能看出來佢哋係真啲喺為孩子挑選最適合嘅環境，唔係隨便找間名校應付了事。呢份用心好難得。為了彌補過去多年錯過嘅家庭時光，謝霆鋒還悄悄駐守規劃咗一系列家族旅行，私人飛機出行嘅甜蜜畫面更是讓人羨慕。有機場工作人員爆料，上個月曾看到謝霆鋒帶住全家出現在私人飛機停機坪，準備飛往馬爾代夫度假。嗰天兩個小朋友特別興奮，圍住爸爸不停問關於飛機嘅問題。謝霆鋒特別有耐心咁一一解釋，還帶住佢哋去參觀駕駛艙。工作人員還補充，張柏芝全程笑容唔斷，狀態好到完全看不出已經係3個孩子嘅媽媽。騙案，張柏芝於2022年秘密生下第3子，佢哋站喺一起嘅樣子就像剛熱戀嘅情侶一樣甜蜜。據悉呢架私人飛機係謝霆鋒去年購入嘅，內部還經過咗特別改裝，專門設置咗家庭娛樂區同舒適嘅臥室，就是為了方便全家一起出行。未來佢哋還計劃帶孩子哋去歐洲、非洲等地旅行，幫孩子哋拓展眼界。家庭氛圍愈發和睦，婆媳之間的感情也變得格外親近。現在每逢家庭聚會，總能看到狄波拉拉姑拉住張柏芝嘅手，水水叨叨，從日常瑣事聊到孩子嘅近況，兩人親近得就像親母女一樣。要知道，當年謝霆鋒同張柏芝離婚時，曾傳出過婆媳關係緊張嘅消息，但隨住時間推移，再加上兩個可愛嘅孩子喺中間暖心調和，過往嘅隔閡早已煙消雲散。此前謝家親友就透露，呢次復婚，狄波拉其實係最大推手之一。呢些年佢唔單止常約張柏芝喝下午茶，還會親手教佢煲謝霆鋒小時候愛喝嘅湯，而張柏芝也用真心回應。之前狄波拉生病住院，張柏芝每天都帶孩子去探望，還親自煲湯照顧。呢份心意讓狄波拉十分感動。隨住家庭生活步入正軌，外界也開始好奇呢對明星夫妻未來嘅事業規劃。據悉，已有多家電視台向佢哋開出天價邀約，希望能邀請兩人以夫妻檔身份參加實境秀，但目前都被佢哋婉言謝絕。唔過有節目製作人透露，謝霆鋒同張柏芝其實有過初步構想，打算共同主持一檔以家庭料理為主題嘅節目，還可能邀請圈內好友一起參與，展現佢哋真實嘅居家生活。
呢個想法其實源於佢哋嘅日常，平時兩人就經常一起下廚。謝霆鋒擅長做菜，張柏芝則精通擺盤，連兩個兒子也喜歡湊過來幫忙。咁樣嘅畫面如果搬上熒幕，想必會十分有趣。除了經營家庭同規劃事業，謝霆鋒同張柏芝還計劃將更多精力投入公益事業，開啟慈善新篇章。據悉，佢哋正在籌備成立一個以幫助單親家庭兒童為宗旨嘅基金會，而呢個想法嘅靈感正來自於佢哋自身的經歷。謝霆鋒曾講：我哋都經歷過單親家庭嘅困難，所以特別清楚呢些孩子真正需要咩。佢哋希望能通過基金會給更多單親家庭嘅孩子帶去溫暖同幫助，用自己嘅力量為社會做些實事。喺最近一次私人聚會上，張柏芝難得提起當年的分別，佢對友人坦言：現在回頭看，其實嗰次分開係必要的，要係當年會有嗰段距離，我哋或許永遠唔會明白珍惜彼此有多重要。嗰時候我哋都太年輕，把感情裏嘅事想得太簡單了。據有人轉述，張柏芝還提到，現在嘅我哋更懂得點樣溝通，霆鋒會主動把心裏話講出來，不再咩都憋住。我也學會咗給佢空間，唔像以前咁樣時事都要管。更讓人意外嘅係，有人透露謝霆鋒甚至會主動同張柏芝聊起工作上嘅事，完全打破咗過去把工作同生活分得清清楚楚嘅習慣。呢種成熟嘅相處模式，正係佢哋呢次能重修舊好嘅關鍵。而兩個兒子，特別係 Lucas 更是呢段感情復合嘅小小推手。此前 Lucas 過生日時許下嘅願望直白又純真，希望爸爸媽媽能重新喺一起。當時謝霆鋒同張柏芝都在場，孩子嘅心願讓喺場所有人為之動容。當晚謝霆鋒就私下對張柏芝講：或許我哋真的該認真考慮孩子嘅想法了。如今呢個生日願望唔單止成真，更給整個家庭帶來咗全新嘅開始。最近還有看見 Lucas 同同學哋炫耀：我爸爸媽媽又喺一起了，我哋現在每天都超級開心。咁樣天真又充滿幸福感嘅話，補充咗愛情最本真嘅模樣。復婚之後，謝霆鋒同張柏芝還做咗一件滿係浪漫感嘅事，帶住兩個兒子重遊咗當年拍攝《老夫子2001》嘅取景地。呢部電影唔單止係兩人嘅定情之作，更是唔少香港影迷心中的經典。據工作人員透露，當天謝霆鋒特意找來咗當年的同款服裝，同張柏芝喺電影海報嘅同款位置重現咗經典姿勢，逗得兩個兒子哈哈大笑。佢哋還拿出當年的拍攝花絮給孩子哋看，一邊看一邊講解每個場景背後嘅故事。呢種把過往回憶同當下幸福串聯起來嘅方式，既溫馨又有意義，也讓孩子哋更直觀更感受到了父母當年的愛情。對於呢對夫妻嘅復合，圈內好友哋也紛紛送上祝福。謝霆鋒嘅好友陳奕迅第一時間表態：早該咁樣了，呢兩個家伙繞咗一大圈，終於走回正道了。張柏芝嘅閨蜜林心如則感動咁講：看住佢哋再次走到喺一起，我更相信真愛係能戰勝一切嘅。連一向低調嘅王菲也在私下聚會時對友人表示：佢哋本來就係很合適嘅一對，現在能重新開始，我真的為佢哋高興。咁樣豁達大氣嘅態度再次展現了天后嘅風範。除了經營小家庭，兩人在公益事業上嘅規劃也在推進。據了解，佢哋籌備嘅助力單親家庭兒童基金會，除了會為有需要嘅家庭提供經濟援助，還會定期舉辦家庭日活動。謝霆鋒同張柏芝甚至可能親自參與，用自己嘅經歷鼓勵更多身處困境嘅家庭，幫佢哋找到面對生活嘅勇氣。從轟轟烈烈嘅戀愛到矛盾重重嘅分手，係經過多年的沉澱後重新牽手。謝霆鋒同張柏芝嘅故事就像一部現實版嘅愛情電影，而現在呢部電影終於迎來咗最美好嘅續集。如今嘅佢哋少了年輕時嘅氣盛，多了幾分智慧與包容，不再追求轟轟烈烈嘅浪漫，反而懂得平淡才係真。就像張柏芝曾在某次訪問中講過嘅：真正嘅幸福唔係生活裏沒有問題，而是能同身邊人一起解決問題。呢段曾破碎嘅感情喺歲月嘅修補下，反而煥發出更溫暖嘅光芒。未來相信呢個重新團聚嘅家庭還會繼續書寫更多溫暖嘅故事。而作為旁觀者嘅我哋，只需送上最真摯嘅祝福。畢竟喺呢個速食愛情盛行嘅時代，能見證一段經得起時間考驗嘅真愛，本身就係一種難得嘅幸福。此外，謝霆鋒此前喺香港啟德館舉辦嘅演唱會也堪稱一場璀璨盛宴，為佢嘅事業版圖再添亮眼一筆。
謝霆鋒喺香港啟德館嘅演唱會落幕唔久，呢場盛宴嘅後續熱鬧仍在發酵。比起演唱會本身的璀璨，到場嘅嘉賓地更成了外界熱議嘅焦點。特別係第三天與次日現身嘅幾位重磅人物，幾乎承包咗所有話題。演唱會第三天，現場依舊星光熠熠，而最引人注目莫過於兩對唔同風格嘅豪門代表同場現身。其中 Lucas 同 Quintus 兄弟嘅到來，直接將全場目光牢牢鎖定。如今 Lucas 28歲 ，Quintus 15歲，正值青春年少嘅兄弟倆容貌愈發俊朗。老大眉眼間神似父親謝霆鋒嘅帥氣，老二則帶住母親張柏芝嘅獨特神韻。兩人並肩站在人群中，畫面養眼得讓人移唔開眼。即便當天現場眾星雲集，網友哋嘅視線也始終追住呢兩位少年，足見佢哋嘅超高關注度。除了呢對星二代，李嘉欣同許晉夫婦嘅登場也掀起唔少波瀾。當天李嘉欣一踏入會場，絕世容顏便瞬間博取咗全場目光。即便衣着簡約素雅，也難掩嗰份與生俱來嘅驚艷氣質。僅僅一個眼神交匯就足以讓人印象深刻，周圍人在佢嘅光芒下都成了背景板。一旁的許晉則低調許多，默默跟喺妻子身後，一舉一動都透住內斂含蓄。令人意外嘅係，呢對夫妻沒有選擇相對私密嘅包廂，反而坐在了前排。更特別嘅係，英皇老闆楊受成竟親自陪同喺佢哋身旁。要知道，楊受成喺娛樂圈與商界地位崇高，尋常藝人即便名氣再大，對佢也多有敬重。此次佢願意屈尊作陪，顯然係看喺許晉背後許家嘅深厚根基。即便許晉個人喺事業上並無太多建樹，與家族企業關聯也不深，但許家喺香港豪門中嘅地位依舊唔容小覷。同一天現身的還有何超瓊，佢帶住其女兒曾超儀一同到場支持。何超瓊嘅妹妹何超儀同謝霆鋒係多年莫逆之交，兩人還係鄰里關係十分親近，而曾超儀更是謝霆鋒嘅忠實粉絲。早在去年謝霆鋒澳門演唱會時，就曾拉住乾媽何超瓊前去捧場。當天何超瓊並未像李嘉欣夫婦嗰樣選擇前排，而是坐在了包廂裏。佢身住一襲金色連衣裙，外搭淺藍色牛仔外套，既透住優雅又滿係活力，絲毫看不出已63歲，狀態好得堪比當紅女星。有趣嘅係，何超瓊同許晉之間有住一段牽扯頗深嘅過往，此次兩人同場卻刻意保持距離，相互避嫌嘅模樣，更讓呢段舊情成了討論焦點。很多人以為佢哋當年的結合只是家族聯姻，實則不然，兩人曾有過真摯感情。何超瓊回憶起當年嗰場轟動香港嘅世紀婚禮時，言語間滿係眷戀與感慨。只是隨住時間推移，兩人性格差異逐漸凸顯，一個強勢果斷，一個內斂溫和。最終呢段婚姻還是走向盡頭。離婚後，賭王對此十分不滿，曾言辭激烈咁抨擊許晉，甚至放話連與許晉父親許世勳嘅朋友關係都要斷絕。後來許晉同李嘉欣舉辦盛大婚禮時，何超瓊還做了個引人注目嘅舉動，將自己結婚時嗰件華麗嘅迪戶婚紗擺放在自家酒店大廳展示。雖唔排除有營銷成分，但也難免讓人猜測佢內心深處或許還藏住難以言說嘅遺憾同唔甘。